继续来看这个桃园的防疫旅馆爆发着群聚的感染，有8个人确诊为着病毒。即摆这8位确诊者的基因定序中出来了，有7个人是为着同一种的病毒。 印度变种病毒当中有6个人解列做本土个案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这个旅馆的员工拢是阴性，啊6个确诊者的亲友嘛拢无人感染到，推测可能是环境的污染。啊，台大儿童病院院长王立民是认为讲，空调传播的几率上大。 防疫人员伫咧门口做管制，桃园防疫旅馆表示会感染，8个人基因出来，7个人感染共一种 Delta， 6个人改做本土个案，啊7个人内底6楼到6个人确诊，都互外界真好闲，感染源到底伫倒？ 起码餐盘的部分跟食物的部分，目前在没有本土案例的情况下，不太可能在送餐前有感染的一个问题。在收餐盘的时候，餐盘上面其实病毒在回收的过程中，其实风险最大。手套穿脱感染的意思就是旅馆的工作人员在传播嘛，所以你就是要看旅馆工作人员进去他们房间几次，他每次进去是待多久，是做什么事情。 若是送食的过程出问题，照你讲，员工嘛对，不过员工拢是阴性，嘛有人看到确诊的人和隔壁伫咧讲话。如果录影带看起来也不能确定是这些旅馆的人员造成的，那你就要考虑空调了，因为这个病毒是可以经过空调传播的。若是找无因确诊的证据。 黄立民认为，安尼可能就是和冷球关系。即摆桃园防疫旅馆找无感染源，指挥官陈时中讲，即摆事件卖针对全台湾防疫旅馆做一摆彻底检查，希望会当紧找到确诊的个案，较袂互疫情搁一摆拖开。